大家好啊，我就 CKY Deku Force Actor，咁咧我就做咗幾年 YouTuber 啦。我咧由細個做到依家噶啦，但係咧只不過我嘅問題咧就係我視像啊聽障問題，最驚咧就係俾人笑我。有啲人咧係我扮 Deku 嗰陣，成日笑我係戴住眼鏡嘅 Deku 啊。仲有咧就喺度喺我啲 IG post 嗰度仲喺度 dislike 緊我，同埋我班同學咧以前都有啲 dislike 我嘅情況底下，我都無法忍受住，於是我就選擇再去做健身，操翻大隻啲，結果我未大隻，但我希望仲有一日會變翻強壯嘅身體。咁我咧作為一個視障人士，係最容易喺拍片嗰陣時，喺 live 啊或者其他片啊 upload 上去之後咧，就有時會出現有啲人喺 comment 嗰度笑我啊，實有人 dislike 我啊，嗰啲情況底下，我都要識得面對。呢啲就係我嘅心得啦。咁我咧就希望大家有興趣觀看啦，拜拜。